好来，乡亲党继续来关心这个劳动部的霸凌案是愈拖愈大条。外界甲目标指向迄位分署长谢依荣，也毋过有其他的员工来压料，讲谢依荣确实是有霸凌的行为，但是直接甲迄位自杀的员工霸凌的是另外一个人，都是伊直属的主管。啊，这个压料的员工嘛来指控，讲自从霸凌案爆发了后，各界的民意代表一直甲因调资料，嘛等于是变相加重因的工作量。劳动部前北分署长谢启雄因为霸凌的案件犯众怒，也毋过如今北分署的员工也料讲，其实甲这个姓吴死者欺负主管另有其人。其实直接的原因是他的直属科室的主管对他要求期限，而且一点都不体谅他的工作，然后对他讲出霸凌的话。而且不止一次。前北分署长谢启雄封记2期大告免职，副分署长李彦玲记2期升阶。严格立法署北分署的员工也料讲，死者直属长官则是欺负伊、欺负上忝的人，因为谢启雄大部分拢是直接对一级的长官施压，较罕的和基层交流。谢荣是对那个大部分的一级长官，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约用人员做霸凌的事件，但没有致死。这个员工认为，直属主管冒霸凌的行为，严格处罚的名单锁无伊的名。另外，霸凌案件发生了后，真侪民意代表逐工拢来甲因关心，嘛互北分署的员工真无奈。谢分署长他之前任内，他所那个采购的宣导品，或者是他有关约雇人员的一些任用的方式，都会一直被调查。那我们底下的人很累。上面的主管他们来讲话，实际上却不需要做到这件事情。员工表示讲，本地业务量都已经真正难，即卖更加上霸凌案件发生，是无用甲要扫草，新心灵的压力，嘛敢来当硬动过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